弟兄妹平安。真欢喜，咱能当主席伫遮做伙来敬拜上帝。诗篇46篇第1节上说：“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”上帝是咱逃险的所在，甲困难，也是咱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咱倚靠伊的人是有福气的，咱即时做伙来出声吟诗。互咱的嘴唇乌落无煞，兄弟，当咱唱到副歌的时阵，请咱举起咱的手来感谢上帝，来阿落上帝，这是咱搁做伙来唱出声吟诗。出声吟诗，咱清早出生命，也是相唱感谢主的天。Oh,
将咱的行行变做祈祷，咱的担担就脱落。人生路途哪行哪行，咱若是哪行哪行，就哪有快乐。这是咱搁做伙来唱一首哪行哪行。简讯，用个 Line、Facebook 各种的方法，你跟他联络一下，上帝欢喜咱会当知影感谢，会当定定来学乐，咱就尽心尽力，尽咱上大的气力来服侍咱的上帝，做伙唱一首欢喜唱歌，学乐无煞。
应唱歌，俄乐无数。下面要唱的这首教育因的文典，是台湾原住民的作曲家曾春英牧师所做的。曾牧师出生于台湾花莲，伊的老爸嘛是一个牧师，伊伫一间小小的教会服侍。虽然薪水无
会来引导。听咱阮的天父，你是一个搁真搁有爱上帝，赐予阮无限的稳定甲资源。你是阮道险的所在甲避难，也是阮伫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阮要学乐你，阮要感谢你，尽心尽意来服侍无煞。愿你祝福阮的礼拜。